咁有啲人成日問，咁睡衣套嘅中耳炎有冇得預防呢？係咪可以定時嘅滴耳仔藥水啊？定還是需要每日幫套豎起耳仔15分鐘呢？呢個問題都問得幾好㗎喎。咁睡耳套之所以睡耳咧，係因為有一個先天嘅耳軟骨缺陷，咁所以令到咧佢嘅耳道冇辦法挺直，咁所以咧當佢嘅耳道閉塞嘅情況下咧，啲污糟嘢就容易入咗去中耳，咁啊變成一個中耳炎嘅情況啦。咁啊點樣預防呢件事呢？如果係比較嚴重嘅 case 嘅話，咁可能要透過耳道嘅手術去切除畸形嘅耳軟骨，保持耳道嘅暢通咁樣啦。咁如果相對比較輕微嘅 case 嘅話，就可以透過每個禮拜嘅耳朵清潔，嚟去保持耳朵嘅衛生，同埋移除啲污糟嘢，唔好入咗中耳咁樣啦。咁至於話咧，將個耳仔豎起每日15分鐘有冇幫助呢？咁好抱歉，呢件事嘅幫助可能就相對比較有限啦。主要嘅原因係因為豎起耳朵嘅呢件事本身並唔會改變啲污糟嘢塞住個耳道嘅現實咁樣咯。咁所以咧，可能都係建議去揾翻專業嘅獸醫，咁去檢查睡耳套嘅耳仔，然之後俾你一啲隨緣嘅建議咁樣。想了解更多嘅寵物資訊，記得關注我啦。我係 Dr. Steven， 同你一齊守護家中嘅每一位珍寶。